的莲友们，大家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现在下面呢，师父介绍这一张墨宝，这是我们要彼此互相提醒的。个人为国家立下了盖世的功劳，但是不可以表现太骄矜了。是说你个人为了国家、为了社会为了人类，你建立一个非常大的功劳。盖世功劳，你看能够涵盖到整个这个世间，任何人都比不上你了。你这个功劳太大了，太人家赞叹了。但是不可以表现太骄矜了，不可以表现在外面你的态度、你的言谈，你怎么样？可以太骄矜、太自大、骄傲，太骄傲，好像高不可攀一样，高高在上就太骄傲、太自大了。你过分的骄矜呢，会令你前功尽弃，会让你觉得你所有做的这些功劳呢，就好像付之东流付之东流，很容易就流逝了。所以各位，为什么反而会招致很大的批评？大家背后虽然你了不起，虽然你很伟大，虽然你贡献是让人家羡慕的。但是因为你太骄傲了，太自大，所以大家就批评你了，批评你这个人没有修养。一个人不慎而犯下了滔天大罪，如果你不小心，你犯下了很大很大的罪，这个罪呢，十恶不逆，也很难以饶恕，就滔天大罪。这个罪呢，像弥天之罪，太大了，太大了，犯下了这么一个大罪。但是只要他心有悔意心有忏悔。有这种心意，一直要弃恶向善。我做错了，我知道，我一定要改过。他有心要悔意，绝对能够获得了别人的原谅。终究到最后，大家会宽恕他、包容他、原谅他，因为他有悔意了嘛，他有悔意了。你看，我们不管任何法律，也都是要情理法。为什么一定情放在前面？就讲你做错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不对，我太冲动了，他太鲁莽了，莽撞，所以我做错了。你一讲，法官呢就依情依理给你酌情考量。所以你看，就情理法。一个人如果你能够有悔意，也会得到别人对你的原谅。你有功劳，但是你很自大、骄傲，很自大。有过则却不认错，有过失，但是你死不认错，个性倔强、固执。各位，这种不认错，这两种人呢，都不会见容于天地之间。天地他没有办法容纳这种人，也就是不会欣赏这种人。你做得了不起，但是你太骄傲。你做错了，你死不承认，这天地之间不能原谅，不能宽恕你，就罪上加罪。所以各位，这两种人都应该要小心哦，知道吗？天地之间都在看着我们哦。如果你很谦卑又能认错，你想想看，这个人就是大善人、好的人，那大家都来恭敬你，天地也来拥护你。你做什么事情都能心想事成，事事都顺利样样都吉祥。所以各位很重要这个观念，希望大家我们互相来学习，互相勉励祝福大家，阿弥陀佛。